悠长，像声音呀。若微光，滴出晶莹茶。如微影，残是明光，流尘尽虚妄，梦发为白香，千山。小释放明光图印章，为昭彰天道明光。覆天地筑路，殊途一场，寂寞生命无量。黄泉孤竹悲愿隐藏，与我血焰八荒。乾坤重合，天虚如掌，之光为何阴阳？大侠，点个追番吗？这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？来人，前往天牢提审。李统领，今天又想审点什么？阿萨辛现身长安，你们还有何后手？萨总怎会出现在长安？当日在互联网总部，李统领不是已经亲眼目睹了？统领，答案是有代价的。如此，想必你知情。我可为统领解惑，但谁又能解我所忧呢？说吧，你的条件。这天牢百无聊赖，或许一台互联网终端能让人排忧解乏。可以安排。你手中之物是天一教独有的徽标，而这天下所有的毒人，皆与天一教有关。天一教，阿萨辛所持川西连都已为我掌控。天一教如何继续炼制毒人？李统领当真管控了所有川心连？统领是否毫无线索？寒真散。我时间也充足，你展开讲讲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东方雨轩即将发布新款无人机，我倒也想见识见识。你当此地是何处？我们既然能将它散播出去，自然也有能力将它收回来。无人机也可安排。李统领，不妨一试。你方才应该看到了，知道要查什么吗？川心莲，天一教。还是撑不到一炷香的时间。
乌大人，所有传信莲都移完了。不日即会有人送上门来。阿萨辛，此次清水岛之行，不巧被我发现你的秘密。想不到这东海之上，竟真有这样一座神来之岛。只有天下乱局，你我这种人才有更大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大局。萨总啊，萨总，天下乱局如今已成，你自认胜我一筹。可这穿心莲加凤凰谷，功效可不是你能预计的。3位护法神功盖世，教主如今定能一举歼灭五毒教，屈原之血洗刷当年屈辱。不，阿萨辛的确让我明白，成大事者不能执着于眼前的恩怨。有了你们，这天下我也能窥探3分。那天我正在大殿中打坐，忽然听到殿外一声巨大的钟声。待我出去，一众弟子依然身受重伤，一片狼藉。一个红衣女子只身一人，却如同杀神。我让你请5大掌门，第5个是曲云，你请他们唐傲天来干嘛？统领，这是少林主持玄奘。那没事了。统领，你嗓子怎么了？中午的肉夹馍太像猴打了。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是想号召大家结合我们的力量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能够对付这些毒人。你想要怎么样？请沈剑心回来，铲除毒人。这事儿我办不到。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各大门派沦陷吗？我们自认江湖大派，想尽声望，掌控一切。我们不需要一个沈剑心这样的人来打破平衡。现在除了我们无法解决的事，你来找我说，李统领，请把沈剑心找回来。但你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，你并不把他当朋友，你甚至不肯叫他一声沈大侠。李统领，江湖毒人穿心莲3大门派遇袭，你只字不提；沈剑心3个字，你倒是没离开嘴。统领，五毒教主曲云到了。人都到齐了，我们说正事吧。从我调查到的线索来看，这幕后之人，或许正是一直藏身暗处炼制毒人的乌蒙贵。岂有此理！蛮夷贼子，欺我中原武林无人！李统领有何打算？这些画像上的，正是侵害各门派之人。我等当日明明亲眼所见，阿萨辛被沈剑心诛杀，他为何再次现身？长安出现的这位，并非是真正的阿萨辛。习武之人皆有内力，武功高强之人一眼便知对方内力深浅，但此人没有丝毫内力。毒人？看来华山上的这位不速之客也是毒人。显然这3人都不是正主。但这乌蒙贵为什么要炼制成这3人的模样？东方谷主，你恐怕还没看到事情的关键，不妨转身瞧瞧。如果毒人能够化作任何模样，一夜之间，这江湖便能悄无声息地换了天地。我不明白，为何遇袭的各位掌门都还活着？你这人会不会……听我说完。毒人一旦炼化，便会无休止的攻击。若如你们所说，这几个毒人功力则无可匹敌，但为何会点到即止？曲教主有何高见？仙教曾有一种秘术叫做凤凰蛊，
它能够让人迅速恢复气血，功力大幅强化，但并不能维持过久，只有濒临绝境时才可以用以续命。此物从初代圣教流传至今，仅存4个，在上次叛教之乱时被乌蒙贵掠夺一空。若是乌蒙贵将此术与穿心莲相结合，无怪毒人能够一时之间所向披靡。曲教主，毒人如此这般，可有破解之法？我一时也没有对策，但穿心莲是唯一能让毒人不死不灭之物。如今阿萨辛已死，乌蒙贵的穿心莲又是从何所得？暗中流通的穿心莲，我会解决。还请各大门派协助调查乌蒙贵的下落。行动这么快。李统领，这是掌门密信，若有沈剑心的消息，还请转交于他。既是密信，你不担心我会私下查看？既是密信，你应该是看不懂的，反正我是看不懂。我也不知沈剑心的下落，为何让我转交？掌门说，能找到他的，或许只有统领。看来胡联网总部的那些穿心莲，曲教主带走后加以善用。穿心莲的种种谜团，我也只窥得分毫，但总归找到了一些有利于阿亮的作用。曲教主，穿心莲对毒人有如此奇效，如今又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凤凰骨，你教还有什么神秘之物是天下所不知的？李统领，有话可以直说，不用阴阳怪气。我们合作也是为了化解这场江湖危局。或许此次危机，非我等所能破局，能够化解之人，早已不知去向。李统领，李统领，下次传信我来开会，不要再用信鸽了。此乃最新款天宫万里鸽，刚出了工程机，就送给你们抢先体验了。统领，明天长安发布会的场地一定要安排妥当哦。哎，若有事相告，交给他，便能找到你。岂止是我，这普天之下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。危急，力往生垂危，沈剑心望速归纯阳。这个江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诞生一款革命性的产品。上个时代是互联网，互联网是个了不起的创造，它能够让人们快速地进行沟通、传递信息，将所有人连接到一起。而这个时代是无人机，无人机已经历经9代，带来了种种感动人心的功能：互机互通、互机推送、互机优惠、互机支付。无人机让互联网离我们的生活更进一步，但创造不能止步于此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万花天宫秋季新品发布会开始！
介绍完这一切，你们最好奇的一定是价格。998两起，交个朋友。就这价高啊！万华天宫没什么新东西了。看来我的无人机流还能再战3年。最差的一届发布会了。走吧走吧，下次一定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？每当重大事件发生，互联网使用频率激增，网络发生拥堵，一整晚都刷不出一张网址。当你偶碰奇遇，想要立刻让天下人见证，而在你身边只有一只土拨鼠。如今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，但互联网有时却离我们如此遥远。我们曾是无人机的发明者，今天我们将再次发明无人机。当我们打开互联网模式，我们即可像一台互联网终端一样使用它。当我们打开飞行模式，无人机便能快速飞回基站，为你同步更新信息。大家一定好奇，基站又是什么？我们正在着手将各大主城的公示楼改造为互联网信息集散中心，我们将它命名为基站。他们将通过先进的蜂窝网络为您同步最新的互联网信息。我们的基站接下来会建设覆盖整个江湖，无人机能够迅速分发，无需通过冗长的管道，无需苦坐在家中，畅享互联网，尽可随时随地。欢迎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。唐门主，之前日轮购那摊子事儿，导致唐门宿运被你亲手毁掉，如今竟肯为我重启，老夫感激呀，感激不尽。都是得益于东方谷主设计出如此超凡之物，在下只是略尽绵力。只是无人机的出产，唐门宿运只负责组装，核心技术全然不知。如此合作，唐某恐难长久啊！哦，无人机的所有图纸不都进奉给唐门主了吗？我虽知晓无人机所有结构，但这个小东西，我却不知其原理。无人机装上它，便可自由连通互联网，否则，它就只是个通信传件的工具。我实话实说，这小东西名叫芯片。芯片？虽然这无人机的壳子是我造的，但没有这块芯片，我没有办法连通互联网，打造出这么一款完美的无人机。为何？唐堡主，一张纸最多能折叠几次？8次。对折8次，能够得到多少层？256层。你一个时辰会刷多少张网址？100来张。那么2个时辰，你的内存网址就会消耗殆尽，这手机便成为一具空壳。这芯片是我谷中弟子游历西域所得，它由西域秘法制成，据说它足足折叠了80次。80次？那得有多少张？折叠80次。啊！萨总，首日销售便超预期达到200万台，唐门宿运还在加紧生产，第2批次将马不停蹄地送出。不急，不必盲目扩产，只有稀缺，它的价值才能被放大。萨总放心，他们的产量取决于萨总提供给他们多少芯片。不要在我面前玩弄把戏。萨总，乌大人成功炼制出3位终极毒人，实力不俗，连日在中原武林兴风作浪。萨总是否需要我？他能暂时为我引开中原武林的视线，便由他去吧。但你要盯好他，此人野心不小，虽处事冲动，但也绝非有勇无谋的莽夫。萨总，初号沈剑心尚未发现其行踪。
我们找不到，但无人欺。明白。人都到齐了。为何遇袭的各位长辈都还活着？你这人会不会说话？听我说完。毒人一旦炼化，便会无休止的攻击。若如你们所说，这几个毒人功力无可比，但为何会点到即止？许教授有何高见？教主如今定能一举歼灭五毒教，许云之血洗刷当年屈辱。阿萨辛的确让我明白，成大事者不能执着于眼前的恩怨，